好多堂友都好關心邊啲生果可以放心食，邊啲生果盡量要少食或者唔食，同埋應該點樣食。今日就同大家盤點一下糖尿病人5種最唔適合食同埋最適合食嘅生果，一齊睇落去啦。1. 西瓜。西瓜嘅升糖指數高達72，屬於典型嘅高 GI 食物。雖然西瓜食落水汪汪，感覺全部都係水，但實際上佢所含嘅糖分喺你嘅胃腸度會被極速吸收。食西瓜某種程度上就等於直接飲咗杯糖水，而且西瓜嘅甜味主要嚟自果糖同葡萄糖，呢啲都係單糖，唔需要身體進行複雜嘅分解就可以直接進入血液。你可能覺得我就食咗1-2嚿冇乜大不了，但只要你一測血糖，嗰個數值飆升嘅速度絕對會嚇親你。如果你真係實在忍唔住想試下，我嘅建議係切得薄薄地，只食一細嚿解嚇緊，而且一定要放喺2餐之間食。食完之後，下一餐飯嘅主食記得要食少2啖，將呢個熱量補翻數。有條件嘅食完測個血糖，睇下身體反應係點。2. 荔枝。俗語都有話，一隻荔枝3把火。對於糖友嚟講，佢唔單止有火，仲有毒。荔枝嘅風險係雙重嘅。首先，佢真係非常甜，含有高濃度嘅果糖同葡萄糖，食落肚血糖即刻升高，呢個係顯而易見嘅。但係更可怕嘅係第2重風險，荔枝病。聽落好矛盾，明明係高糖生果，點解會引發低血糖？呢個係因為荔枝裏邊含有一種叫次甘氨酸 A 嘅物質，特別係嗰啲未熟透嘅荔枝含量更高。呢一種物質會干擾人體嘅糖代謝，加上果糖刺激胰島素過量分泌，兩面夾擊，好容易令人出現頭暈、心慌、出冷汗，甚至昏迷嘅低血糖症狀。呢一個對於糖尿病人嚟講，簡直係冰火2重天，極其危險。所以醫生總係提醒，尤其係老年糖友同埋細路仔，千祈唔好空腹食荔枝。如果你一定要食，每次唔好超過3到5粒，一定要喺飯後食。3. 熟透嘅香蕉。香蕉喺香港太常見啦，去超市買嘢或者跑完步，大家都習慣整翻條。不過香蕉係一把雙刃劍，大家可能唔知，青 BB 未熟透嘅香蕉其實升糖並唔快，因為佢裏邊富含抗性澱粉，消化比較慢。但係我哋買香蕉通常都中意買黃錦錦㗎，甚至擺幾日，等到表皮起咗黑色嘅梅花點，果肉變得軟腍腍嗰陣先食，因為嗰陣時最甜最香。問題就出喺度，隨住香蕉成熟，佢裏邊嘅澱粉會大量轉化成葡萄糖、蔗糖同埋果糖。呢個時候嘅香蕉升糖指數可以直接飆升到60以上。對於糖友嚟講，食呢種熟透嘅香蕉，血糖波動會非常大，所以建議大家去買香蕉嗰陣，避開嗰啲表皮布滿黑斑、摸上手軟、奶奶嘅香蕉。如果想食，盡量揀嗰啲皮仲係青綠色，或者剛剛轉黃，撳落去仲有啲硬淨嘅，而且唔好一次食成條，食半條就夠啦。記得呢半條香蕉都係碳水化合物，食咗佢，飯就要食少半碗。4. 紅棗。鮮棗嘅糖分本來就已經唔低，而製成紅棗乾之後，水分蒸發，糖分高度濃縮，升糖指數更加係高得驚人，能達到恐怖嘅103。幾粒紅棗乾嘅含糖量就可能相當於一碗飯。隨便食幾粒紅棗乾，糖分遠超你嘅想象。紅棗乾係能量密度極高嘅食物，無論係直接當零食定係用嚟煲湯煲粥，佢嘅糖分會充分溶解到湯水入邊，無形中攝入大量糖分。所以無論係直接食定係用嚟煲湯，糖友們都盡量要避開。對於鮮棗都應該嚴格限量，一次5到7粒就夠，並且替代部分主糧。5. 菠蘿。菠蘿食落酸酸甜甜，非常開胃。好多糖友覺得，既然佢帶酸味，咁糖分應該唔高呢？呢個又係一個誤區。菠蘿嘅升糖指數喺59到66之間，屬於中等偏高嘅水平。佢嘅酸味具有極強嘅掩蓋性，令你感覺唔到佢其實好甜。
而且菠蘿裏邊含有一種菠蘿蛋白酶，呢一種物質能分解蛋白質，某種程度上會加快食物嘅消化吸收速度，呢一個都可能加劇餐後嘅血糖反應。因為口感好，大家食菠蘿好容易停唔到口，不知不覺就食多咗。如果一次性食得比較多，對血糖嘅衝擊係相當明顯嘅。以前老一輩話用鹽水浸一浸會好啲，嗰個主要係為咗防過敏同改善口感，並唔能夠將糖分浸出嚟，所以菠蘿都要列入少食嘅名單。講咗咁多唔食得嘅，大家唔使灰心，仲有好多生果係低升糖、高纖維、高營養嘅。以下呢5種，大家可以放心買、放心食。1. 各種漿果，好似士多啤梨、藍莓、黑莓、覆盆子等莓類，佢哋都係升糖指數低嘅生果。佢哋富含水溶性膳食纖維，能有效延緩糖分吸收。更寶貴嘅係，佢富含嘅花青素等抗氧化劑，已被多項研究證實，能夠改善胰島素敏感性，輔助血糖控制。直接拉一細把，作為加餐零食，或者拌入無糖乳酪入邊，既增加風味，又營養加倍，亦都可以將佢撒喺麥皮上面，打造一份完美嘅控糖早餐。2. 車厘子，車厘子嘅升糖指數只有22，係極佳嘅低 GI 選擇。研究發現，車厘子入邊嘅花青素唔單止能夠抗氧化，仲能夠刺激胰腺，增加胰島素嘅自身分泌，從而幫助降低血糖。食用時注意區分甜車厘子同埋酸車厘子，前者鮮食，後者多用於加工。糖友應選擇新鮮甜車厘子，一次食用10到15粒為宜。3. 柚子，柚子嘅升糖指數大約25，水分充足，纖維豐富。研究發現，佢含有嘅柚皮間對控糖有益。一個中型柚子可以分多次食，非常經濟。但喺呢度要劃一個重點，如果你正喺度服用他汀類降脂藥、部分降血壓藥等，請務必唔好食柚子，因為佢會干擾藥物代謝，造成危險。食用前請諮詢醫生。4. 蘋果，蘋果嘅升糖指數約36，係經典嘅健康生果。但係有一點要記住，請務必連皮一齊食。因為蘋果大部分嘅營養纖維同抗氧化物質都喺果皮度，呢層纖維能大大延緩糖分嘅吸收速度。唔同品種嘅蘋果 GI 值略有差異，偏酸嘅品種通常更適合糖友。梨，梨同蘋果類似，都係升糖指數低、高纖維嘅代表。梨同蘋果好似，都係低 GI 高纖維嘅代表。佢嘅膳食纖維能延緩胃排空，增加飽腹感，並促進腸道健康。喺乾燥季節，梨能有效補充水分，緩解抽燥。同樣建議洗乾淨帶皮食。對於腸胃較弱嘅糖友，可以蒸熟嚟食。雖然 GI 值會略有上升，但仍比好多其他生果安全，而且能潤燥止咳。掌握咗能食與少食嘅清單後，以下4大法則能將你嘅食用風險降至最低，將健康收益最大化。1. 切忌空肚或者飯後即刻食生果，最佳時間係2餐之間，比如上午10點或者下午3點。呢個時候上一餐嘅食物已基本消化，適量生果既可預防低血糖，又能夠避免與正餐嘅碳水化合物疊加，造成血糖負荷過重。2. 再好嘅生果都唔能夠過量。每次食用量建議控制喺一個自己拳頭咁大嘅體積，或重量約80到150克，呢樣能夠確保喺享受美味嘅同時，碳水化合物攝入總量唔會超標。3. 堅決唔好將生果榨汁飲，呢個係一個原則性問題。榨汁過程破壞咗細胞結構，拋棄咗寶貴嘅膳食纖維，得到嘅係一杯高度濃縮嘅糖水。果汁嘅升糖指數遠高於完整生果，升糖速度極快，對糖友百害而無一利。4. 人與人之間存在個體差異，最可靠、最個體化嘅方法就係導血糖。喺嘗試一種新生果或改變食用量時，於食用前導一次血糖，
喺食用後2小時再倒一次。通過對比，你可以清晰咁睇到呢種生果對你血糖嘅真實影響，從而制定出專屬於你嘅最安全嘅生果清單。控糖生活並非意味住同美味生果絕緣，而係需要運用更多嘅知識同智慧去做出選擇。請記住4點：科學嘅飲食管理、規律嘅運動、規範嘅用藥同愉悅嘅心情。